老友記、靚仔靚女，有冇試過低頭覆信息，返工對電腦，突然頸痛到喐唔到，甚至手臂避過電蚊拍？千祈唔好話冇事㗎，捱下就好。呢啲可能係頸椎間盤突出嘅警號。今日 Uncle Wong 拆穿頸突點樣嚟？片尾仲有3大護頸重點同營養好嘢，睇到尾先有着數，唔好走寶。好多人以為頸突係長者專利，其實而家20幾歲嘅年輕人都中招。最主要係3個成因。第一，低頭族習慣，睇手機、打機長期低頭，頸椎承受頭部嘅壓力，等同掛住10幾斤重嘢。第二，久坐不動，返工對住電腦成日唔喐，頸部肌肉硬度似石頭，條頸硬過石堅，慢慢拖垮椎間盤。第三，枕頭揀錯，太高或者太矮嘅枕頭，令頸椎瞓覺都唔得閒休息，加速損耗。再嚟3大重點，今日急救你條科技頸，記實唔好漏。第一，矯正姿勢，睇手機抬頭成45度，電腦熒幕齊眼高，減少頸部負擔。第二，每日護頸操，3個簡單動作：左右擰頸、後仰拉伸、肩頸繞圈，每坐1小時做1次。第三，營養補充，推薦鈣鎂 D 片，強健頸椎骨骼；Omega 3魚油，緩解頸部炎症；植物蛋白粉，沖牛奶咁，好方便。想擺脫頸痛手臂，想拎更多護頸攻略，即刻 like 呢條片，訂閱 Uncle Wong 頻道，留言救頸，仲有機會抽頸椎護理包。click 入片，一齊搞懂頸突，護好條頸先至日日精神。